陳恒鑌議員。主席，剛才莫乃光議員好似好睇唔起人，因為佢話唔好信 Land Destroyer 佢所講嘅嘢，因為佢只係一個美國人喺泰國嘅啫。一個喺泰國嘅美國人講嘢就唔應該信，咁一個喺美國嘅猶太人愛因斯坦講嘅嘢你又信？其實任何嘢信唔信、應唔應該信都要查清楚先㗎嘛，你咩邏輯嚟嘅呢？上星期我喺度發言嘅時候，我係好希望泛民議員喺開會之後係會呼籲啲示威者早日離場，但係結果佢哋變本加厲，對香港踩多幾腳。經過一個星期嘅思考，我發現我同我啲朋友思考係不周密，忽略咗部分嘅泛民議員本質就係一個字：反。佢哋反經濟、反法治、反和平、反智、反中國、反民主、反民生，樣樣都反，唯獨一樣嘢唔反，佢哋就係反佔中。佢哋呢啲係反社會嘅行為，所以成日都以為自己企喺道德嘅高地，做乜嘢民主戰士啊、民主男神女神啊，甚至乎有啲人可能好恨做民主烈士。佢哋不惜係犧牲普大市民嘅利益。其實抽遠少少去睇，佢哋嘅行為其實係無聊同埋無法無天。古語有云：一若得不當其位，二若功不當其祿。議員所作為呢，其實亦應該為社會有建樹進言。如果所做嘅一切都係累人累物累社會嘅，其實自己應該諗諗自己係咪適當做一個議員。泛民將成件佔中嘅事件同甘地或者係馬丁路德金等等佢哋所組織嘅抗命係媲美，學佢哋搞咩不合作啊、搞罷課啊、搞罷工啊、搞抵制嘅運動等等。實質上佢哋嘅佔領行動其實只係一場破壞香港嘅政治鬧劇。上次發言我引述咗傳媒人屈穎妍小姐嘅文章，我覺得我哋香港好在就係有一班筆鋒銳利、明辨是非，用佢哋嘅筆桿子撐起香港嘅風骨同埋良心。今次我會引用另一位傳媒人陳永柱嘅文章，喺佢嘅文章裏面係講到聖雄甘地認為公民抗命應該有9大特徵。喺呢一度我唔會一一羅列，因為唔夠時間。我攞2點出嚟同大家討論一下。第一，和平嘅公民抗命唔容許傷害任何人。若有人對公職人員作出攻擊嘅行為，抗命者應該以性命去保護佢哋嘅安全。但係我哋睇到今次嘅佔領行動，喺新聞畫面上面見到有唔少嘅示威者去衝擊警方嘅防線，亦有人利用雨遮去襲擊一啲警員。即使警員係施放咗胡椒噴霧，佢哋依然係咁樣衝上去。呢啲嘅畫面其實係不容抵賴嘅。咁樣叫做愛和平嘅公民抗命咩？如果甘地在生，佢都會啼笑皆非。第二就係面對執法者嘅拘捕嘅時候，公民抗命者係會予以配合，不作反抗。但係我哋見到佔中嘅朋友，其中一次我哋大家都睇到嘅，有3位警員佢係拘捕一個搞事嘅分子，但係其他人有冇好似即係聖雄甘地所講要予以配合呢？佢哋冇，佢哋圍住個警察，不斷嗌放人放人，甚至乎有啲人公然去圍堵警署。如果呢啲叫做配合嘅話，我相信係一個自欺欺人，好難說服呢一場係一場理性嘅公民抗命。我喺度諗，當年甘地同埋馬丁路德金佢哋嘅理念係好崇高，進退有據，唔似今次佔領行動嘅領導者咁樣有雙重標準，彼一時此一時。其實成個運動嘅搞手係有計劃、有組織咁去進行，係用學生嘅青春、市民嘅生計作為政治嘅籌碼，將香港幾百萬人嘅聲音置諸不理，一意孤行。我哋只能夠衷心
表達遺憾。由於近日報章裏面經常係揭露咗佔領行動背後有好多不可告人嘅秘密，例如贊助民調督數啦、收受外國捐款啦、捐款不申報啦、袋住先啦、派人去外國接受訓練等等，總言之越揭越臭。如果唔查清楚呢一股惡勢力係邊啲人搞嘅，我好擔心第時會唔會有啲人送啲人去外國接受恐怖嘅訓練呢？因此我係好支持梁君彥議員所提出嘅要成立一個專責小組，用特權法去徹查呢一次嘅事件。我亦都希望尚方寶劍出鞘，成為一面嘅照妖鏡，將當中有問題嘅人照得一清二楚。我今日喺辯論裏面，我覺得好笑嘅就係范國威議員，佢話特權法唔係應該要嚟查政府，要嚟監督政府嘅，唔應該要嚟查市民嘅。但係你諗下，喺過去 DBC 事件啦、李慧玲事件啦，嗰時你點講呢？真係此一時啊，彼一時啊。老實講，照妖鏡呢係用嚟照妖嘅，如果唔係妖魔鬼怪呢，係唔使擔心嘅。所謂呢，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如果泛民議員真係冇勾結外國勢力，或者收受捐款呢係唔見得光嘅話，根本就唔需要擔心。琴日梁國雄議員收到收到人遞信俾佢，佢好快已經即刻喺 chamber 裏面澄清啦。其實你如果冇嘢唔使咁急啊，唔需要澄清啊。不過你小心鬼炮未枕喎。法治嘅精神呢，其實都係好多泛民議員呢經常掛喺嘴邊嘅，但係掛喺嘴邊嘅呢啲說話，其實係掛羊頭賣狗肉。我哋見得到，今日佢哋公然挑戰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將法治視如草芥。去呢一班人話佢要法治嘅捍衛者，但係今日我哋睇到黃毓民議員，佢話警察要放生嗰啲反佔中嘅人啊。喂，個問題就係你教啲青年漠視禁制令，叫佢哋唔好離開，你都犯咗法啦。何俊仁議員身為立法者，身為律師，我見到好悲哀。你教啲佔領嘅人，點樣可以唔遵守個禁制令？其實覺唔覺得慚愧嘅呢？我覺得今次警察喺呢件事裏面其實兩面受敵，但係佢哋仍然堅守崗位，係有高尚嘅情操，值得我哋佩服。而黃毓民議員係利用特權法去查警務人員，實在係欺人太甚，我係會反對。除此之外，有一啲法律學者啦，呢啲學者呢，公然係教啲示威者去點樣去違反嗰個禁制令。司法獨立其實係有佢嘅崇高地位。過去外國或者本港嘅市民呢，就算行政或者立法機關有幾大嘅不滿都好啦，佢哋都唔夠膽公然去挑戰司法機關。但係泛民議員喺今次或者係佔中嘅搞手啦，喺今次將呢個潘多拉盒子打開，使到法治蕩然無存。前幾個星期，有市民曾經嘗試去堵塞《蘋果日報》嘅出入口，報館亦都好快去申請禁制令，要求啲示威者盡快離開，否則係會藐視法庭。當時有議員呢，亦都大聲疾呼：呢啲圍堵者呢係唔應該嘅。但係幾個星期之後，佢哋好似失咗憶咁樣。當法庭呢向金鐘、旺角等等嘅示威區頒布禁制令嘅時候，佢哋冇呼籲過啲人離開。點解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呢？公然教人犯法，其實係一種好可恥嘅行為。羅馬非一日建成，但係可以一夜崩潰。中國人有句說話叫做學好要3年，學壞係3日就夠啦。頭先有毛孟靜議員呢就話我哋呢香港窮得只剩下乜嘢？如果咁樣落去，香港冇法治冇經濟，到時香港係咪真係窮得只剩下你哋所講嘅民主呢？可能有啲議員想係咁啦，
但係我哋唔想啊嘛。持續成個月嘅佔領行動，最傷害嘅莫過於佔領區嘅小商戶、小市民。佢哋好多商販同我哋講，或者電視都睇得到啦，佢哋而家嘅生意係好慘淡，恐怕捱唔到幾耐。如果佔中搞手好似三子話佢哋要自首，咁當然啦，自首有可能受到刑責，但係又或者有可能入獄，但係入到監獄裏面都叫做起碼有飯食啊。但係一班小商戶嚟講，佢哋無辜辜，商鋪要結業，冇生意，分分鐘要破產。破產之後佢哋生計點樣維持呢？我想問下你哋點對得住佢哋，對得住佢哋嘅家人，對得住佢哋努力所得嚟嘅心血結晶？如果係有良心嘅，應該會覺得歉疚。南非黑人民權領袖曼德拉，佢最受人尊重嘅地方就係懂得寬恕，即使喺10幾年裏面受盡白人嘅欺凌，佢最後都係寬恕咗佢哋，唔報復。呢種精神我哋應該學習嘅。因此呢，我好希望佔中嘅搞手好好審視一下形勢，認真思考一下誰是誰非，唔好盲目咁樣帶班群眾走去死角嗰度。我相信如果你哋回頭都嚟得及，搞咗咁耐乜都夠啦。所以我好希望喺24小時之內，若果你能夠宣布結束呢個佔領運動嘅話，至少我係會饒恕你哋嘅工作。如果你哋之後自唔自首，其實對我嚟講唔重要。但係如果你一拖再拖，將香港嘅根基消耗殆盡，你哋就係我同香港市民嘅敵人。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反對黃毓民議員動議，支持梁君彥議員動議。